女星维汝在2010年时帮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刚维生下一子，最后因为婆媳问题而无法登记结婚，无法进入豪门。虽然如此，张刚维还是很照顾他们母子俩，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。维汝在2010年替张刚维产下一子 Henry， 一度淡出演艺圈3年，直到2012年中才重返荧光幕。根据《中国时报》报道，张刚维每个月都会固定给维汝15万元的费，也帮他在儿子学校附近租了一间高档房间，偶尔维汝也会陪他在公司吃简单的员工餐。究竟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张刚维说：“维汝是我儿子的妈，也是我一辈子的朋友。先前就有媒体跟踪维汝，发现他开车远东航空的警卫室取了一个信件后就离开，当时推测他是去领每月15万元的费。”对此，张刚维大笑说：“费都直接汇到他户头，根本不需要他去领。他到公司是为了一些财务单据。”